食得飽不如食得少。大家好，嚟到默默讀書嘅時間啦。喺1985年，紐約西奈山學院嘅克洛斯教授發表咗一份研究報告，內容指出佢將兩組嘅實驗老鼠作咗一個對比實驗，喺同樣劑量嘅放射線照射之下呢，發現食得好飽嘅實驗老鼠全部嘅都會罹患咗癌症。但對於只食咗一半份量嘅老鼠嚟講呢，結果就只有0.7%嘅老鼠呢係罹患咗癌症嘅。除此之外，美國嘅艾里莫大學附設嘅醫院裏面嘅漢斯費爾德博士亦都發表咗報告，內容佢指出佢係隨機抽樣裏面選出咗100名平均年約50歲，並且同樣患有重度癌症嘅末期患者，將佢哋分為兩組。A 組嘅50名病患為佢哋提供醫院裏面嘅一般餐食，而 B 組裏面嘅50名病患呢就提高咗高營養餐食。結果顯示 A 組嘅病患平均生存日數為300日，B 組則為75日。而呢一啲事實同實驗意味住啲咩意思呢？就係少食防癌，暴食致命啦。過食與飽食除咗會引發癌症之外，更會養到啲癌症更加惡化。記住，大家從今日開始就要學會控制食量，唔好令到自己嘅嘴巴成為我哋健康嘅殺手啦。中意我呢條影片嘅朋友就請 like 同 share 啦。今日分享到咁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呢一個真相啦，過食同飽食除咗會引發癌症之餘，更加會養到啲癌症更加惡化。從今日開始，記住學會節制食量，唔好令到嘴巴成為我哋嘅健康殺手啦。從今日開始，大家就要學會節制食量，唔好令到嘴巴成為我哋健康嘅殺手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影片嘅，就請 like 同 share 啦。多謝各位收聽，拜拜。